大家好啊！今日介紹一套香港嘅溫馨笑片，咁呢套片就叫做《飯氣攻心》。喺大陸呢套名呢就叫做還是覺得你最好。係啦，我知道啦。喺香港呢套片啊，應該90%嘅人都睇過啦。但係呢套真係一套好片啊嘛，所以唔介紹又唔得。黃子華做完呢套片之後呢，就榮升子華神，之後呢，就唔係呢個票房毒藥啦。一套比一套好，哇！之後嗰兩套片咧，套套都過億嘅。最後尾嗰套破地獄，仲要係破咗香港歷史紀錄最厲害嗰套最高票房嘅電影添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呢，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呢套片嘅明星陣容就厲害啦，當然有子華神嘅黃子華啦、鄧麗欣啦、張繼聰啦、王菀之、林明禎同埋陳湛文。呢種片呢，就係投資者嘅超級夢想，又唔需要大製作啦，又唔需要話太多大嘅明星啦，劇本簡單易明，但係就大賣。但係入邊嘅題材咧，就係太過 local 啦，太過香港啦，所以喺香港咧票房就超級好。咁喺中國內地咧票房就其實就一般般啦，但係都有過億嘅。我諗最主要都係我哋廣州同胞睇嘅，所以呢套片咧都俾咗香港人嘅製作人一種希望，就話總之你做得好咧，其實雖然香港一個咁狹窄嘅市場咧，只要題材好、電影有質素、故事好，都可以生存到，可以揾到錢嘅。其實呢套電影咧都係有一波三折，都唔係話太過順嘅。剛剛的時候，因為其實呢套電影咧2019年咧已經拍好嘅，但係咧唔好彩遇到呢個新冠病毒疫情，就未能如期上畫啦。一擺呢套電影就擺到2022年9月初咧先可以正式公開上映嘅。你話都幾慘㗎？照例牌都係講下呢個電影嘅簡單嘅故事內容啦。咁係入邊咧就關於3對情侶，就4段戀情嘅。有一段戀情咧就係陳湛文再加埋呢個王菀之嘅姐弟戀啦，跟住亦都有呢個 fans 愛上呢個自己嘅偶像嘅林明禎同呢個黃子華啦。咁黃子華咧原來係咧同鄧麗欣咧以前係拍過拖喎，跟住就分咗手，但係咧都仲念念不忘。咁最後一段戀情咧就係張繼聰同鄧麗欣啦。喺度電影咧，黃子華咧同張繼聰同陳湛文咧係3兄弟嚟嘅。3兄弟咧都住喺同一個公寓單位裏面嘅。後來咧鄧麗欣咧仲搬埋入去呢個單位住，同呢個張繼聰一齊住嘅。新歡舊愛，兄弟情仇。故事發展咧就係有好多搞笑個位，好多對白咧都好精警，好多金句。如果睇過嘅朋友，當然要再翻睇多一次啦。未睇過啊，一定要睇啦，仲等乜嘢啊？好，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多謝各位觀眾嘅收聽同收看，記得臨走前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 同埋 comment 呢段片啊。好，唔該晒你哋，拜拜咯。